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我们又到了咪咪笑讲客家微笑讲客语的时候喽，期待吗？我们现在说成衣百货业很发达，然后这价钱又便宜，花色式样也多呢。你真的要穿一个自己的阿梅，就是自己的妈妈亲手缝制的伞夫，还记得伞夫是什么吗？就是衣裤的意思。哎呀，这样子的机会是很少喽。那我刚刚提到了价钱便宜，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就叫做价钱便宜，价钱便宜。就是价钱很便宜的意思了，懂得喽？什么叫做懂得？就是很值得，也就是买的 ，it's a bargain， 就是买的很便宜的意思了。好啦，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件衣服呢做得很好，价钱又很便宜，很值得买哟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亚良衫夫，价钱便宜，做了以后。很简单哦，亚良衫夫就是衣服这一整套的咯。然后呢，做了以后就是做得很好，价钱便宜，价钱又很便宜哦，懂得咯，很值得买哟。哎呀，再来有一个客家谚语很好玩哦，要跟我学咯，叫做脚痛后修法，速痛后勾嘎。什么意思呢？脚痛就是你的脚痛。脚痛的时候呢，好吧，我就坐着绣发绣花。其实这句话刚好就形容很多做多半晌戏，做多不会洗。客家话说做多不会洗，就是做得半死了，因此有了这么一句话了。那么我们看手呢，叫做数，手掌叫数中，手指头呢叫做数字头，数字头，拳头叫做拳头，拳头。脚呢还记得吗？大腿叫做太脚臂，小腿呢西脚臂，然后呢膝盖呢叫做脚趾头，脚趾头。还记得吗？一波，我就记得你上课徐老师教的客家话呢，唔会读冇衰啊，不会有睡觉的情形哦。针客家话呢叫做针呢，线呢客家话叫做线呢。所以针线情呢，客家话就可以说针线情。刺绣叫做掐绣，掐绣。染呢，染叫做娘娘。好了，所以客家妇女呢，她们的感情虽然很含蓄，一针一线就看得出她们喽。好，我是徐薇，安之 C 喽，下次再聊喽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